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杂志。假使本一团摄影机唔会上碰马嘅咧，有一件摄影器材嘅国际大厂去年免费提供嘅数位摄影机、老卡梅拉，本国内22件配国体系嘅小学和举办嘅摄影比赛。比赛已经结束嘅，唔过也到摄影器材，日本也到配国学校嘅新人嘅动态嘅影响。今日我哋就要讲其中嘅一则故事。伫苗栗县太湖乡嘅山度有一只迷你小学太南国小，全校长52名学生嘅。去年学生嘅用数位摄影机拍嘅一部纪录片，按照爱嘅爱心妈妈参加比赛，感动嘅千多人，也得到第2名嘅好成绩。过后，学生嘅继续拍片，也一切有新嘅作品，用摄影机嘅镜头，佢就看到嘅很较快、很较大嘅世界。今日节目一开始来看记者总编辑和齐伟文的报道。你为什么要来酒庄玩？哦，你来了酒庄之后，你觉得可以用哪一句话来形容？古多天嚟，等嘅小妹全新嘅肯定摄影機嘅熒幕，順頭行嘅小朋友順拿定個訪問遊客。曉得分工合作，假設失照嘅記錄，唔係專業嘅攝影團隊，係來自苗栗縣太湖鄉太南國小4年生嘅小學生。是第一次有接受小朋友的訪問？對，是第一次有接受小朋友的訪問，所以感覺我們也很新鮮。我們就是參加一個攝影比賽，來這裡拍我們的觀光景點，來拍大家看這裡，讓大家知道這裡有什麼好玩的地方。太南國小當地嘅舉辦攝影比賽，分做 DV 組和數位攝像機組。數位亞洲人用演嘅家鄉做主題，希望幫更多人了解太湖。故所記得選擇翕嘅第一站就係當地有名嘅地標太湖酒莊。大湖酒莊最重要的就是酒，對不對？還有酒。酒啊，對啊，這邊酒莊。那就問他有冇喝過酒啊？這套先生陳千文也啲順頭協助小朋友，唔過盡量唔干涉成人嘅想法，本記得做得自由發揮。小小採訪團隊翕點驗老人客嘅課堂，除睇正面來翕，還會啲順頭來翕。講叫此景國土多變化，一啲咧都唔會凊彩哦。唔過用嚟講，冇受過專業嘅訓練，難免會遇到一條衝況。會有些人就是沒有不讓我們採訪，就是會害羞。還有呢？就是會有人從攝影機鏡頭前面走過去啊。唔過小朋友唔會識字，總算請到位年輕嘅店頭家願意接受採訪。這裡的酒都是自己釀的嗎？對啊，這裡的酒都是自己釀造的。你看到的草莓酒還有李子酒都是在這邊釀造。那草莓酒是因為在苗栗縣大湖鄉當地的產季的水果，所以我們這裡有釀造草莓酒。唔驚日頭啦，學生嘅拿定 DV 攝影機，騎定腳架，帶定腳本，慢慢去刺激採訪，就為到去行較多、行較好嘅方面。雖然也冇算係學校嘅正規課程，唔過學生嘅有興趣，先生們願意教。先生講有啲學生嘅唔單止學會翕東西，也學會合作來負責。因為這個是一個團隊的活動，所以他們要配合，他們要學會配合別人的時間。然後還有要學會，就是大家輪流，然後還要保護，就是要把這個東西保護好，不可以讓它壞掉啊，或怎樣的。可以讓他們知道，就是要對自己負責的那種態度。全校只有52個學生係一個迷你小學，位在太湖嘅山區。學生嘅也係大部分係做填寫，唔係動行業。一般都買唔起按用一套幾合萬元嘅攝影器材，其實有啲攝影器材係經國際攝影器材大廠去年贊助配國學校嘅學生，舉辦數位攝影比賽免費提供本學校嘅。這邊嘛很偏遠，對不對？然後他們其實如果不是因為之前那個 Sony 活動的話，我覺得他們都不太有機會去接觸到攝影機、數位相機。對，然後因為這個上次那個活動，所以他們現在有這個機器啦。所以他們可以知道怎麼去操作，至少他們以後出去，人家就是看那個影片，以後看影片什麼的，他會比較知道那個人家幕後的辛苦。當時太南國小參加一個攝影比賽，就有4組作品入圍，其中一組還拿到第2名嘅好成績。媽媽，你的家鄉風景怎麼樣？
不会讲可以用印尼文。印尼文啊？嗯。印尼文等一下你们不会写啊？没关系，让大家笑一笑也可以啊。大家笑一下怎么写啊？你就讲啊。5生嘅學生車啟發，把2002年嘅事件記錄自家嘅阿妹，到同學向下完成一部紀錄片《我嘅愛心媽媽》，真誠出色嘅訪問，老質樸嘅影像手法，得到全部評審嘅擁護。看到媽媽很早就要起來去工作，然後很晚才回來，然後有時候沒吃飯還在那裡做。媽媽，謝謝你。透過鏡頭，車啟發可會用無強用嘅角度看世界，也親身體會到爺愛嘅辛苦，開始曉得老阿妹表達感謝老愛意。也因為咁樣，車啟發決定愛繼續去阿妹，還愛老阿妹向下轉去家嘅故鄉印尼，去看家公家婆。你媽媽對 Part 2。好，那你要說一下你媽媽最近會發生什麼事情？就在做什麼事？她暑假的時候想要帶我們去印尼。想要帶你們回去印尼啊？那你攝影機要帶去哦。對，一定要拍，帶我去。我嘅愛心媽媽一部紀錄片嘅指導先生係教學主任用身份，今年偏向母親節，竟然舉辦全校性嘅亞洋比賽，本學校嘅大家同學都做得參加。其實跟小朋友合作拍片是蠻愉快的事情啊，對，然後其實他們看的角度跟我們大人看的角度會不一樣，對。老師方面的一些課程也現在慢慢在規劃，然後我們也會請一些外面的攝影家或者是影評人，然後進來指導我們老師，然後跟小朋友對話。因為索尼公司的拍攝哈，安妮就成立了大男人影展。哎呦活動哈，今年天一年來到個大男人影展哈，天一嘅咩陸陸續續會來辦啦哈。今日展出嘅經驗，本學校有限卡度嘅資源，提供學生多元學習嘅機會。當到先生也開始改變教學嘅方式，亞洋風潮一下就擴大到規則太難接受，先生向下投入洋上亞洋嘅行列。所謂觀景窗就是我從這邊我就可以看出我要拍的東西，當然這樣看得到嗎？因為他的眼睛是怎樣？關起來。眼睛閉起來了，對不對？你眼睛閉起來看看，你看得到我嗎？看不到嘛？啊，你眼睛要張開嘛。有小考有神法嘅用意，本學生嘅更加容易了解，所以去相機嘅使用方式。邱建良先生當地嘅俾2年生學生上亞洋課，先啲教室地度解釋基本操作技巧過後。個將學生帶到教研地度練習刺激老構圖。可能工人級嘅東西，工人級嘅聲音啊，有時候當電台嘅概念嗬，對佢嚟講咧，可能講三邊、4邊，但係想慢慢的用舉例嘅方式咯，比較他生活化，他生發這個發言嚟講哈，給他很容易了解。你看，現在陽光這樣來，他的臉有什麼東西？有沒有影子？他的臉上有沒有陰影？我會斜着拍，或會由上拍，從上面拍下去。其他人國小教為社工員嘅邱賢良，對學校有同情嘅感情。也拜期待等2年生嘅學生向下參加太南人影展，而用相片講出學校嘅故事。學校的9·11大地震之後重建，重建之後呢，佢要一磚一瓦呢，就是學校校長、主任、老師啊，小朋友大家共同努力。尤其像的藝術造景也是一樣，學校學校還懂得類似嘅建築哈，像不管你音樂教師也好，美術教師也好，像做咗記錄，以後嘅小朋友。也太難免讓佢來，讓一下小朋友更加能夠知福惜福，也係我想我做嘅東西。因為心理公司嘅亞洋比賽，邱賢良也開始對亞洋動有興趣，和自家事前買嘢數位攝相機、老亞洋機，到其他線上研究亞洋技巧。那如果說你把它拉近的話，它前面這個相對它光線會變得比較少，然後它在計算的時候就扣除掉後面那些因素了。很多問題就
借由主任的帮我解决之后，我才可以往下继续学下去。所以，我那台相机也好 ，DV 也好，才拿出来使用率才会比较高。然后到现在说，让我自己也变得很有兴趣，对吧？大概就是这样，互相切磋，互相。學校地度有眾多先生都留休閒兩強用，從完全唔曉得攝影，到自家出錢買攝影器材做通學習，學課嘢還做得教學生。配個地區嘅學校自然分配較少，因為得到企業展出嘅攝影器材，學校地度從先生到學生都懂珍惜，還好好嘅利用攝影器材，留下嘅眾多珍貴嘅畫面。拍媽媽。那個學校有個母親節的活動會放我們拍媽媽的照片。喺母親節之前，學校特別舉辦了一場攝影比賽，本小朋友去自家嘅阿妹，也算係另外一種嘅母親節禮物。有位嘅阿妹係台南國小嘅工友，佢講某嘢自強學會攝影，就像不空用嘅，哪嘢都去翕。雖然無佢嘅經濟狀況唔美好。唔過看到某嘢俺有興趣，佢看那嘢，因已經3分頭路，買嘢一台數位攝相機，留某嘢願望。只要他們自己喜歡，他們願意認真去做一些事情，那我花那些錢，我覺得說是很值得的啦。因為從我買相機給他之後，他那種想學習的精神跟各方面那種努力，我都看得到他們的進步啦。媽媽很辛苦啊，一天從早上開始4點半就要起床去送報紙，回到家過一下下就要來學校上班。下班之後啊，有空的時間就會有送貨啊，或者是在店裡看店啊。覺得媽媽很辛苦。講到阿妹按辛苦嘅做事，有位演員唔係幾會出來，因為佢哋也係台屬於自家嘅攝相機，係阿妹付出加倍嘅汗水換來嘅。也下嘅佢哋自家愛行卡薩蒙托數，用實際嘅行動報答阿妹。一場攝影比賽，影響嘅唔單止係位，還有眾多學生嘅，也因為一樣前度嘅好事嘅動力老目標。一些小朋友發覺，他們確實真的是對攝影有這個天分，他們也願意去用這個興趣去培養一些，讓他們來想到一些別的事情。那小孩子慢慢會用功啊，怎麼樣子的？其實也不只是我們學校有些家長是，他就為了想讓小孩子他能夠成長，也去買相機給小孩子用，讓希望他們能夠借此。除了攝影之外，能夠想到其他的事情。第二樣發通過後以後啊，學校先生啊，引起就業業咧咁樣嘅熱潮樣嘅哈，老師除了索尼公司嘅機器以外哈，即個要自掏腰包買當多攝影器材哈，來幫助學生嚟學習啦。學生前度新嘅學習目標，先生改變教學嘅風格。家長每當歡喜看到生兒嘅成長，充分利用資源，本台南國小嘅師生共同享有豐富精彩嘅教研生活。拍片是說真的是蠻有趣的。那你把一件事情當作自己願意，然後覺得有興趣的來處理的話，就不會覺得很累。對，那可以看到小朋友他們的成長，他們的進步，在剪輯的時候就覺得很高興。行啲台南國小嘅教研，不是做得看得到，電攝相機也係攝影機，以學校地度取景，也都係啲3度嘅經驗嘅，用佢哋純正嘅模組，透過鏡頭來看人嘅世界，用簡單真實嘅語言來講佢哋順頭發生嘅事情。一台細細嘅機器，應該顯出來無數嘅情感。成人嘅體會到也愛嘅辛苦，也曉得珍惜無簡單得來嘅經驗。先生家長，每願意付出很較多嘅心力，
协助新人嘅提出属于佢哋嘅夢想。科技產品進步到當家，數米卡梅拉、老數位攝影機已經係當到家庭嘅基本必備嘅。不過對於喺到配角地區，也係家庭較窮苦嘅成人來講，一台愛幾萬元嘅數位攝影器材，實係佢哋買唔起嘅。可能就係因為資源唔拉，一到3度嘅成人呢，特別整下一到得來唔簡單嘅器材，一有機會就會拿定機器去翕旁順嘅人事物。用鏡頭佢哋認識家鄉嘅好，也知道也愛樣板辛苦做事賺錢，也還較知得愛感恩。有一句廣告詞係咁樣講嘅：科技始終來自於人心。一到成人呢，也被一台普通嘅機器變到溫暖又有感情。喺塗料係嚟幾下年，冇想到原來係咩係塗料來嘅。爸爸，我找到了耶，在上饒，下面好幾式也都一樣哎。人係叫寶馬做咩行？係因為你哋冇老眼強樣嘅經歷。我嘅什麼？啊，很感動哦。年20拜你按部條10點，客家天師做客家鄉。上到節目現場，接下來係印度名人愛書法歌嘅內列報道。為了加強東埔嘅開發，創造經濟效益，政府於民國79年第一擺提出愛起書法歌。對於用觀光業和農業為主嘅花蓮來講，一條又夾又利便嘅公路，確實對於帶來觀光客和農產品嘅輸出有幫助。不過花蓮嘅經濟就會因為咁樣變好麼？一條書法高速公路要用930億元做得本全國繳唔出學費嘅學生誒，食100年嘅營養午餐，當多年都義務用按多嘅錢減出得。記者羅分成老范群分，基本也就要從經濟嘅角度帶人向下來體驗書法歌。花蓮人要的只是一條不會中斷的快速道路而已。一般啲遮都係講包車去大巴有喎吼，時間嘛縮較短。主要的商機其實集中在少數的一個地方。番薯有2種，就傳統是黃色的番薯顏色，還有蚵仔韓吉跟蚵仔沒有關，學名叫紫金番薯。那我們稱它蚵仔韓吉，有這樣說有點蚵仔的意思。花蓮市區專門賣名產花蓮樹嘅70年老店，調價流水器，當同熱心嘅向人客推銷。有機的，那五字大單是我們用有機番薯跟核桃做的，核桃的口感是比較脆的，那番薯口感是黏腻的。傳統嘅花蓮樹，因為創意行銷，店行產品種類越來越多，生意也越做越大。了應該是，應該營業額甚至高達10萬。無限嘅店面流水器要注意下包裝鋪滿嘅淨土。明天早上8點鐘要用的，那這個包起來，明天他們活動結束的時候會有人來訂。那這個待會最後再全部都把它裝箱裡面。企圖心當強嘅流水器，上網做好花蓮名產嘅招牌，還來打開全國通路。世界董事保存期限只有3日，要同商品送到台北，先夾先生成嘅方法就會行蘇花公路。唔過蘇花公路長期因為風災也係落大雨，路外邊影響交通，開機無法度準時交貨。
过期嘅商品只是得拍流水期评估，可比苏花沟开通，运输风险减低，成本也会小一半。为什么西部他们一直在建设？那今天东部呢，并不是说要比照啊，它只是要一条运输公路而已啊。各位可以想想看说，它对人民的生计是非常非常的迫切需要的。立委卢博基，逐礼拜拢会对台北转花莲县区做市民服务，提供热产同市民嘅话题，差唔多拢系苏花沟。卢博基认为，就会因为少一条快速道路，本花莲嘅农业竞争力日趋无法度提升。像我们的农药比外县市还贵，我们的肥料比外县市还贵，我们运输出去的话，交通的成本比人家贵。从花莲火车头条片，几位计程车司机当作高旗帜打发时间，因为每2日游客当少，从花莲市计程车想要加赚到钱，就会要再对花莲包车到台北嘅人客。不过单程行苏花公路就要3到4點鐘，加時也冇便宜。演講可比蘇花溝開通，台北到花蓮只要2點鐘，天速是得增加經濟勝利。因为现在没有通的话，我们到台北一趟，我们开价要5000块到5500。如果说苏花高通了，我们接雪山隧通，我们只要3000块，我们就能够载到台北。无形中，如果说火车班次不多，因为花莲到台北又没有客运公司，所以说没有飞机、没有火车的状况下，是不是？如果说要赶时间的，是不是变成我们计程车的一个机会？因为盖的话，对两地的时间会比较缩短。啊，如果我在于交通方面的顺畅的话，我是赞成盖。花莲35萬人口當中，有1/4從事同觀光有關嘅條路。當初花蓮縣政府所做嘅係咪要去蘇花溝，要高達700嘅花蓮民眾係贊成嘅。現今係方便嘅蘇花溝，是在提升花蓮嘅經濟。不過咁正經係安尼，人類學者題目處提出無相關嘅看法。看起來好像觀光客來會有一點點這個帶來一點商機哈。不過主要的商機其實集中在少數的一個地方，而不是整個花蓮縣民都會得益啦。其实不盖，我觉得现在也很方便啊，坐那个铁路火车啊，或者其他的交通运输工具都很方便。另外一方面，去蘇花溝先直接嘅影響就係遊客變多。東華大學教授夏日橋就說，到時節規個花蓮嘅觀光結構將會失去本來嘅獨特性。因為你這麼大量的客人來，你就會看到那種半桌式的那種遊覽車一來，噼里啪啦擺上10幾桌的這種的餐廳，哦，那這種的產業進入了花蓮以後，花蓮整個現在的文化產業就會被摧毀掉。如果將來花蓮的發展是跟南投彰化一樣的話，那西部的人他不來了嘛？不來了，那我們其實是把我們現有的手上的一塊餅，自己把它毀掉。花蓮的農產品有多少價值，或者它的競爭力是值得輸到西部這邊來？西部這個走廊哈，它是輸出來這邊，它還有多少腹地可以再種呢？還是說它留在它當地，以發展休閒觀光農場的方式，來增加它的附加價值，才是對它最有利的。所以你如果發展的產業，你連你的觀光價值都會不見。我們有一個快速的西部，
就应该有个慢速、悠闲的，非常自然原始的东部，这样台湾才有它的价值。去到细石头嘅海滩，看一下一望無際嘅太平洋，也係花蓮天橋觀浪嘅千河所在石神潭。呢部劇穿過中央山脈，經過2萬年嘅雕塑、結流、峽谷，雄偉壯麗嘅太魯閣國家公園。長久以來，花蓮因為特別嘅觀光資源同冇受到污染嘅河山河水，變做當到西部人度假嘅好所在。不過花蓮嘅經濟並冇因為呢條優勢提升，花蓮嘅高生育率長期同全國排到前面。一幾年來，全國前快嘅縣市調查，花蓮仲係榜上有名。所以政府同民國79年提出去蘇花國嘅計劃，就係希望發展東部，同時請來企業投資。不過東華大學教授夏宇橋認為時機已經冇咧。如果在10幾年前，可能大家還有一個幻想，會有產業來。10幾年後，產業大家都跑到製造業都跑到這個大陸去的情況，那花蓮的人也不是笨蛋，知道這條高速公路也不會帶來產業。另外一方面，去蘇花國嘅預算高達930億，學者時候呢條錢將會變做國家財政嘅負擔。依據過去的這個大部分的這個建設哈，好像如果你建設完的時候，因為它有物價上漲嘛，就說你原來規劃期到完成差5年，5年之間物價上漲。然後第二個就是，它的這個就是過去的經驗顯示，好像都會多2-3成。930億是在本全國中小學交唔起學費嘅聲音，是200年嘅營養午餐，用來起一條高速公路。是得帶來幾多經濟效益，則無人是得提出明確嘅數據保證。不過去蘇花國，實係造成滯留子孫嘅問題更加嚴重。930億的來源，竟然是要用這個交通部要用這個交通建設基金。那我們也去查了，這個交通建設基金呢，事實上是過去第一條高速公路，就是中山高完工的時候，它有結餘，他們又下去規劃第2條高速公路，結果呢，然後又下去規劃這個雪隧，那想要把整個台灣高速化嘛，我們也知道哈，預計那個資料顯示，我們現在整個交通建設基金已經虧損，而且要到民國126年，這個虧損才會拉平。為咗起第2條高速公路同殯儀高，政府已經負債1900萬億，可比有限要蘇花國930億嘅預算，愛回收打平，起碼要開30年嘅時間。你喺台鐵全線引進，今年5月將正式通車嘅大車式列車太魯閣號，呢種新型列車轉彎時唔是減速，本台北到花蓮本來3點鐘嘅鐵路運輸，縮短只剩1點鐘55分。台鐵呢套列車改進計劃開了367億，可比配合花蓮縣政府針對交通內通同產業計劃提出嘅東台灣2項計劃，總共566億，對提升花蓮產業發展也有幫助，也比起蘇花國少了364億。托環境破壞、財政測試、景觀涵養嘅依附之下，很接近花國。敢講冇其他選擇。關係到蘇花國係咪做得做嘅蘇花國環境差異分析評估大會，按算5月28就會召開。不過也係從環評大會係咪就做得決定蘇花國嘅命運，其實還有千多嘅變數。除了外界贊成和反對嘅力量相幫之外，環境、政治和選票也都係影響蘇花國嘅重要因素。
尤其係最近10年，大擺讀到選舉，司法局仲會變做政治人物操作嘅話題。司法局戲也唔戲，做少已經唔單止係環境，也係經濟嘅問題。不過每年來做決定，都需要行較大嘅智慧。发现比较简单秀气，我不卖那种看外面每一摊都是那种很大很夸张的。像这个上面这是幸运草啊，我自己编的，你看银的，这样擦一擦就亮了。是公年前来台北啦，买头眼眼、龙门眼，觉得不想被限制吧。然后就是想说过自己的生活，然后就后来就是想说自己先开始就是自己做生意摆摊子啊。摆摊的摆票誒？是公演咯，是商演，是西演的。都是林雅诗。嘿，也可以是都度假位啊。遐帶嘅東西全部你自家設計，你自家做？我自家做誒。香料房也是個做的啊。你用嘛做？那些陶土。用手的，手工愛手工。這些原線係嘛？原呢，全部係純原呢。你看你愛乜嘅色，你就拿乜嘅色。你全部水晶係嘛？就大概是這樣子。這樣就是一個耳環。然後我說這個是小天使，來看看哦，裡面還有這個顏色，這多少錢？499，本意400塊好好嘞，廿兩三元較多。幾出嚟廿兩樣？辦起來辦到禮拜。登記證喂？登記證要辦出來。不會，就是好像貓捉老鼠，那也蠻好玩的。那之前買的東西沒壞掉吧？沒有，都還沒壞。真的哦，因為職業病嘛，你會注意路人的那個飾品，然後你看到的時候會覺得說很面熟哦，那個耳環。然後走越近的時候，這樣走過來的時候，然後我做的，然後這樣一直看着他耳環，一直傻笑。高通了，我们接雪山隧通，我们只要3000塊，我们就能够载到台北。花蓮水講嘅兩款海洋景觀吼，都唔變鐵的啦。嘅面容又好山好水，唔可能想唔到121係有當到人學主委。不過數到水源隨着水量保護期嘅限制，政府早就讓面容把做全面禁止養豬期。做唔到學主委嘅人一定愛轉型。今日節目最後一隻單元，我就要講講一隻轉型成功嘅例子。有一隻是學嘅3000隻豬位嘅養豬大戶，勞方費嘅豬料改造。規劃卡人合作，用了8年嘅時間，打造出一隻花園民宿。佢哋喺陽辦做嘅嚟，記者車嘉玲、劉陳志南嘅報道。
鲁屯客家文学家钟理佛形容嘅腔样，面容如像伊嘅体名安尼。长长嘅面容经过时代冲击，社会结构改变啊改革，头摆嘅农业社会已经渐渐被淘汰嘅。唔单止人呢走路身边，而唔惊系嚟嘅农业，种嘅面积萎缩到同头摆比唔得的。本单几多年提做嘅育竹业，受到水源、水质、水量保护期嘅限制，面农本法庭爱全面禁止，传统嘅育竹业也已经冇生存空间呢。列清出另外一条生存之道，配合地方政府开发观光同发展精致农业，使育竹嘅育嘅20年嚟嘅松永重先生，也今年推荐蛮多可以一见对论山嘅民宿。一行业一间睇面农嘅民宿，都谈到几个鹅嘅同阿伯嘅叫声。这个杂嘅人鸭，又会变睇花草地背，又会睇潮来潮去。按这嘅景色，唔讲唔清楚唔啲，也鬼东嘅民宿同头前嘅也体验，其实都系头摆有主位嘅太主料。虽然已经种南嘅花草同树嘅，不过还系看得出主料嘅评价。行业里合黑嘅建筑物，无论系头拿灯空、大家设计料、间内廊下，还有改工嘅交易中心太堂，无疑乎也总可以系20年嚟嘅旧主料改建成嘅。也全部都係呢以前嘅那個養豬場啦，然迄個地方都係呢果場，有個豬馬養殖嘅地方啊，果場呢都有貼過起來，所以個通風、個涼爽。都變成個民宿，其他地方呢，香港啊，嘅那個主人拆嘅啊，搭起嚟，擺機裝作嘅，去坐聊，聊天，冇都講啊，飲茶，飲咖啡啊呢。看到面農嘅耕種面積一年年嘅減少，育竹嘅也因為水源保護本禁止。幾多年前都冇睇育竹嘅宋先生，3年前因為新人嘅建議講，按太嘅資料唔應該都按嚟放棄嘅，為今年都開始想講要重新整理，轉型做民宿。你推薦種下嘅自然風格，為一甲體嘅人氣，冇乜嘅專業嘅設計師來做，仲可以錄起宋先生規家體系向下規劃嘅實體創作嘅成果。本上想我請安尼嘅景觀設計師來規劃嘅啦，我有特別嘅想法講啊，台灣嘅景觀啊，大部分嘅設計師從一個師傅出來嘅，故所以呢。每一隻嘅安尼設計啊，大概差唔多，冇乜嘅安尼區別嚇。故所以人感覺上都講跟冇乜嘅特色，冇乜嘅氣格啊咧。故所以也想我都講啊，自家嘅思想，自家觀念嘅安尼嘅環境地位嚇。故所以下後呢都用自家嘅想法嚇，去做自家意思去做啊咧。你嘅想法都講啊，做出有像客家嘅三合院嘅呢個貨房嘅樣式啊，都有按個有按呢個和堂啊，所以我做晒一部分打起嚟做和堂，按個有三合嘅樣式，也有地會像面農嘅呢顏料嘅樣式啊，佢講啊單行加一層，呢個填充樣嘅呢，按一面都講啊客家嘅精神啊表現出來。這位茶法沙到位淳樸自然，自家人設計，自家人經營。宋先生對外行常常變做內行嘅。民宿內部除了維持頭擺嘅主料架構，地部嘅間房未符合一般嘅規格。另外以7隻體式間房和特別用嘅7種嘅項目，平房當中沒有米缸。至於民宿地部請重要嘅棲息地點傳堂，宋先生除了利用主料歸果歸港嘅空間，仲放出歸有視野、直接式的欣賞民農野山嘅地點，
还冇添表下喺壁空用代表當地風情嘅油畫來裝飾，對面嘅黑小嘅人客如吹簫、美濃、迷人嘅素材。花呢，大部分都美濃嘅花架畫嘅，都有花客家嘅那個富嘅那個南山嘅古裝啊，又有花呢即個一個民俗嘅那風景。又要花那個美濃嘅那個貨房啊，都三合一嘅情形，又要花美濃嘅那個建築嘅特色，都引流。本人客來多啊，第一個喺美濃有安尼文化嗬，美濃也有安尼人同活嗬，不如多了解安尼客家嘅安尼嘅文化，安尼菜地嘅文化咧。風強強吹過來，看得到山，看得到湖，風係嘅主欄貴嚴嘅田園民宿，強調自然，當然每位本人客來體驗，真係主料係乜嘅樣嘅。尤其係當年學竹子嘅一片，民宿主人都提示保留顏面，將貴矮嘅磚頭圍欄，是在直接將竹嘅排泄物種出去嘅出水口，還有天數通風散熱嘅細蟲嘅。出現出一口色係貴土地嘅主料貴見嘅民宿，一條真是咩改變，每本海宿嘅人客非常嘅成熟。表示一個主人真聰明啊，懂得轉型啊，懂得說更加社會嘅需求需要性，然後怎麼去做改變用一種方式感覺對我哋民農嘅嚟講係唔會差。傳統嘅竹子主料，更加變做是也歸好，本人客適下煮茶、看山、看湖嘅場所。至也幾百嘅看起來個悠閒嘅數位作燈，其實也個有環保概念，完全係用老主料嘅糧儲做成嘅。雖然講啊來也做細個，看到挨度安尼數位滿挨個買喎，個家買本咩？你講冇買本挨我挨跟做安尼作嘅呀。你都講係做按部就班，新廢物利用，廢物利用。不清其用嘅概念下，老主料拆下來嘅糧儲嘅是得做燈。民宿地杯其他設施也當然是得抽屜器材。體驗地杯一個安裝嘅師傅，其實也唔係人提示起嘢嘅，係頭家宋先生睇當年修築嘅化糞池放喺過後，用天然湧泉熱成嘅，唔單止屯更加嘅建設，搭配也非常好，也從來都唔是煩惱，也湖水係唔會無害。這個路卡有安裝嘅風景，除了佢歡喜，當然也經過嘅以辛苦嘅過程，尤其愛種風黑嘅一角地，仲可以改建做民宿。路卡人係因為依家冇享用上草。也做晒改成那啲民宿啊，嗬，在經過嗰度困擾啦，嗬，按佢家庭方面吵嗰度好吵啊，奶嘅想法、阿妹嘅想法、阿爸媽嘅想法，全冇相同啊。你有咩互相調整啊？屬高嘅家庭當然會想到講啊，雖然呢有成人嘅，個也要來做上做下嗬。你看那個多人嘅想法吧，你哋可以正確，嗰時我哋老人家要調整啊，就雖然嘅想法去做啊呢。創業總係辛苦嘅，無論係學做嘅，也做民宿，唔過更加以為自家人向下打造嘅細旅館。對單純嘅主奴退休轉業做民宿主業，宋先生講有一隻非常大嘅收穫，係超過賺錢嘅意義嘅。一個轉型係感覺到，對一個退休嘅人嚟講啊，該好。話雖然講唔會冇乜嘅嗰多錢可賺，但是維持以來，唔會困難。同時有個特別好嘅地方都講啊，幾多各地方嘅知識分子、不同嘅人會來到也嚟吃啦，嗬，
互相交换知识嘅后，得到改好嘅那个资讯，也去图最大嘅收入，也系最大嘅利益。闽南嘅客家人对家乡旅游行上行下，唔到闽南山下嘅感情。朱云琼先生成功嘅将资料转移，更加做路偏唔到头摆嘅种归属是38Q年嘅族族意识。唔过民俗地位归整齐嘅花草树诶，还有带有客家精神嘅装饰，都还系看得出一团当年族族嘅世界，穷用归善良归用心。闽南人也几廿年来列清出农业转型生存之道，用闽南嘅客家特色种头、乡土风俗，积极嘅开发观光同发展精致农业。从安尼老资料新民俗嘅概念，听说是得上来各度游客来到闽南，为闽南嘅讲继续嘅传承落去。冇想到是又粗又垃圾，还会制造污染嘅资料，做到变做充满了花香和田种方面嘅民俗，还变做闽南特殊嘅风景之一。民俗嘅主人宋永强系在地嘅闽南人，还是系闽南反水库运动嘅主要人物，佢深深知道保护野地土地嘅重要。闽南嘅玉竹嘅废水是系高频水内主要污染嘅来源之一。宋永强就会想到这一点，故所接受的闽南禁止玉竹嘅政策。虽然单枪是一件普通的民俗，日本人看到一下客家农民对土地、对环境嘅用心。今日嘅客家新闻杂志就做到这边，感谢大家嘅收看，也请下一个礼拜同一个时间持续收听17台嘅客家天使。另外唔记得，呢度嘅节目，第日礼拜六嘅凌晨6點。第13台嘅共享天使也有重播。各位拜感謝日嘅收看，什麼大家，但是say再會。